云林的四湖乡有一个爱花人士吴俊玉种百合花，也就是这种古翠花，是种2分地6万蕊，即摆当咧大开，真水，欢迎有趣味的乡亲去看花。山赞花海和游客受前要翕相，四湖乡有一位爱花人士叫吴俊玉，伊自细汉就对种花真有趣味，大汉了后更加特别开垦一个花园种山赞花。有真的乡亲是专工去赏花。现在的花大概开5、6成吧，然后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因为刚好我是在地人，然后这边刚好有这个景点，所以我就想要来这边找时间来这边看一下，然后发现这边真的是出乎预料的漂亮。花园的主人讲，伊种这款花主要是因老母真喜意。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百合，然后我做3年前就是购买一些球根回来种植，总共大约面积种植大约快2分地，百合的数量大约有6万多。吴组长讲，花期差不多到5月20为止，闹赢乡亲会当去赏花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